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超級刺激又充滿智慧的軍事話題。之2026年美伊衝突中，伊朗海軍到底發生了什麼？美國在史詩怒火行動裏幾乎把伊朗的常規海軍打成了海底廢鐵，可為什麼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全球能源咽喉，革命衛隊海軍還是能牢牢卡住脖子？來，跟我一起深挖這個低成本卻高回報的非對稱戰爭故事。想象一下，2026年春天，美國及其盟友發動史詩怒火行動，對伊朗實施猛烈打擊。結果如何呢？美國中央司令部 CENTCOM 宣稱擊沉了超過150到155艘伊朗艦艇，其中90%以上屬於常規海軍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海軍，簡稱 Iran、Artesh 海軍、莫夫級、阿爾曼德級、賈馬蘭級、巴揚多爾級護衛艦，還有主力潛艇和馬克蘭號前沿基地艦，幾乎全軍覆沒。衛星照片和美軍視頻裏，這些 KAN-G4 經威風的大艦，現在大多正躺在阿拉伯海或波斯灣的海底。伊朗的面子海軍基本上被打殘了，但是別急着下結論，伊朗還有一支里子海軍——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 IKIN， 它幾乎毫髮無損。這支部隊不玩大艦巨炮，而是靠小型快艇集群、岸基反艦導彈、無人機和無人艇，還有水雷這些低成本的窮人武器，繼續死掌控着霍爾木茲海峽。即使4月8日美伊宣布停火，海峽的船隻通行量還是暴跌到正常水平的10%以下。革命衛隊海軍用蜂群戰術和反介入、區域拒止 A2 策略，不斷騷擾航運，還敢對部分船隻收通行費，或者搞選擇性放行，優先讓中國、印度、土耳其的船過去，這才是真正的核心矛盾。美國把伊朗的正規遠洋海軍打得稀巴爛，可掌控全球能源命脈的革命衛隊海軍，卻還在用聰明又致命的非對稱打法，讓全世界頭痛。這套理念超級經典，在面對技術碾壓和數量優勢的對手時，不硬剛，就用廉價、分散、打不完的手段製造不可接受的風險。先說伊朗的雙海軍制度，設計得非常聰明。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搞起了兩支平衡海軍，常規海軍 Iran、Artesh 海軍，大約100萬人，主要負責南水遠洋任務，外在阿曼灣、裏海受肌肉，裝備大型護衛艦、潛艇、補給艦。KAN-G4 經還能跨大西洋炫耀一下，但2026年衝突中，他損失慘重，超過90%主力艦艇被毀，現在基本沒戰鬥力了。革命衛隊海軍 IKIN 大約2萬人，還帶着5000多名海軍陸戰隊，專攻陸水、河水近岸淺水作戰。它的主場就是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核心裝備超級實用，數百艘高速小艇師傅14型、阿舒拉級、貝卡普級、托達爾級等，自殺式爆炸無人艇、岸基反艦導彈、蛙人、微型潛艇、水雷，還有岸基傳感器網絡。目前60%以上的快艇集群還活着，藏在地下設施、沿海隱藏點和島嶼堡壘裏，分工很清楚。2010年前後正式分開，革命衛隊海軍主找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拒止任務，常規海軍管阿曼灣和裏海。不過真打起來，革命衛隊海軍才是海峽的主宰。這套雙軌制可不是隨便搞的，它直接源於1988年的祈禱螳螂行動。當時美伊油輪戰爭中，美國一口氣擊沉伊朗一半常規艦隊，伊朗人吃一塹長一智，大艦對大艦肯定玩不過，轉身就全力發展低成本、高回報的非對稱戰略 Asymmetric Warfare， 把革命衛隊海軍打造成專屬海峽殺手。重頭戲來了，革命衛隊非對稱戰術詳解，低成本卻高回報的海峽拒止藝術。革命衛隊海軍的打法，簡直是弱者逆襲的教科書。他們不跟美國航母硬碰硬，而是利用霍爾木茲海峽最窄處只有34公里，島嶼密集、水深較淺的天然瓶頸地形，打造分層拒止網絡 LED-2，核心就是蜂群飽和加隱蔽加低成本武器，再加上地下隧道、島嶼堡壘格雜舞島、阿布穆薩島、拉拉克島等和分散指揮，做到到處都在，又無處可尋的馬賽克防禦。具體怎麼玩？我們一條條來，細節拉滿。快艇蜂群戰術 Swarm Tactics。
飽和攻擊的殺手鐧，數百艘小型高速攻擊艇，有些還有雷達隱身設計，裝備重機槍、火箭、反艦導彈，甚至爆炸裝藥。這些小家伙速度飛快，雷達接面少，從多個方向同時高速衝過來，一起發射導彈、火箭，或者直接玩神風式撞擊。狹窄的海峽讓敵人的近防炮和雷達根本應付不過來飽和攻擊。2026年實戰中，革命衛隊海軍用慢的方式不斷放出殘餘快艇群襲擊商船。美國雖然出動 F-10攻擊機和阿帕奇直升機幹掉140多艘，但超過60%的快艇和速度艇還是活了下來。他們太好藏，太好補充了，威脅一直都在。水雷戰 Mine Warfare 廉價又持久的隱形殺手，馬哈姆虎3型和馬哈姆7型接觸，磁性沉底水雷單枚重220至300公斤 ，Can G4 經庫存高達2000至6000枚，還有蛙人布設的吸附式磁性水雷。大布雷艦被打掉後，他們改用小艇曼迪布雷，每艘艇帶2副3枚，或者藏在地下設施裏，海峽航道固定，Wing幾枚就能讓清掃工作搞好幾週。2026年3月，他們至少報了12枚，直接嚇得保險公司取消戰爭險，船東紛紛繞道。美國雖然擊沉16艘布雷艇，但殘雷還在繼續威脅航道。岸基機動反艦導彈突然冒出來的火力連幕，努爾、加德爾、阿布馬赫迪、哈利傑法爾斯等導彈射程輕鬆覆蓋整個海峽，機動發射車藏在山洞或隧道裏，從沿海山脊、格扎姆島等隱蔽陣地突然開火，形成密集火力網，再配合蜂群和無人機，簡直是多層打擊。2026年部分山洞陣地被打，但他們的機動性超強，還能繼續選擇性攻擊商船、無人機、無人艇與電子戰，低成本的飽和精準打擊，爆炸式無人艇神風無人機艇、沙克德系列無人機，加上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干擾，已經記錄1700多次，影響655艘船。這些東西便宜又狠，能精準鎖定目標，進一步推高航運的保險成本。這些招數加起來，根本不用徹底封鎖海峽，只要製造感知風險，就能癱瘓全球約20%的石油運輸。霍爾木茲海峽每天通過約2000萬桶石油。革命衛隊海軍還靠殉道文化和分散指揮，準備打一場長期的心理消耗戰。2026年霍爾木茲危機時間線一目了然。2月28日衝突爆發，美爾空襲伊朗，革命衛隊海軍立刻用甚高頻無線電發出警告，並開始布雷、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商船。3月初襲擊至少50艘商船，造成12多名海員死傷，多艘郵輪起火或擱淺，交通量直接接近零。3月10-11日，美軍擊沉16艘布雷艦，聲稱摧毀95%水雷，但革命衛隊海軍切換到曼迪布雷和鬼雷模式。3月底，以色列擊殺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阿里雷扎坦吉西里後，他們轉為選擇性放行，還開闢繞拉拉克島的航道，同時收通行費。4月8日，美伊停火，但革命衛隊海軍繼續限制通行和收費。4月11-12日最新情況，美軍2艘導彈驅逐艦穿越海峽執行自由航行和掃雷任務。革命衛隊海軍發出最後警告，談判在巴基斯坦破裂，局勢依然緊張，戰略影響、局限性與未來走向，成效有多猛？成本交換比超級誇張，一艘小艇或一枚水雷就能逼美軍花大價錢攔截和掃雷。油價一度衝到126美元每桶，現在還高位波動。亞洲國家正拼命外交求豁免通道，伊朗把海峽當談判籌碼，但又不敢徹底封死，免得傷到自己和中國等大買家。當然，這套戰術也有弱點，小艇和岸基系統太依賴近岸，容易被空中火力 F-10攻擊機、阿帕奇直升機等清掃，後勤在持續空襲下壓力山大。遠海完全無力，美軍反制也很硬核，精準打擊基地，空中清掃蜂群，瀕海戰鬥艦掃雷艦，加上電子戰反制。美國前總
總統特朗普還放話正在為全球清理海峽，不過徹底清雷估計要好幾週，政治和經濟壓力巨大。未來呢一革命衛隊海軍正在往人工智能控制無人艇和更多無人機方向升級，進一步強化馬賽克防禦，對抗可能的斬首打擊。總結：2026年的這場危機，把伊朗海軍的雙軌制展現得淋漓盡致。美國打掉了面子海軍常規海軍，但利茲海軍革命衛隊海軍的非對稱戰術，依然讓霍爾木茲海峽成為伊朗最後的王牌。它再次證明，在狹窄的地緣水域，非對稱戰術比傳統大艦隊更難徹底跟隨。局勢還在不斷變化，取決於後續談判、美軍掃雷進度以及革命衛隊海軍殘餘力量的再生能力。全球能源安全還得繼續捏一把汗。